人生的路途上，我們無可避免地會面對許多失敗。然而，這些失敗並不意味着我們注定失敗。成功的人士並非因為他們從未遭遇困難，而是因為他們懂得從每一次失敗中吸取教訓，尋找經驗，從而成長。這些經驗彷彿是一把金鑰匙，幫助他們打開通往成功的大門。失敗的過程或許會讓人感到沮喪，但只要我們能夠冷靜面對，便能在失敗中找到答案。沉迷於失敗的情緒，只會讓我們在原地踏步，徘徊不前。相反，如果我們能把目光投向失敗背後的原因，分析問題，進而找出解決的辦法，我們便能在失敗的泥潭中掙脫出來，向成功邁進。許多成功的故事都告訴我們，失敗乃成功之母的道理。每一個失敗都是一次寶貴的學習機會。成功者的秘訣就是在於他們如何看待失敗。當失敗降臨，他們不會被擊倒，反而堅定地思考問題出在哪裡，在哪些方面能夠改進。經過反思，他們設計出新的計劃，並勇敢地再次出發。面對失敗的勇氣尤為重要。正是因為這份勇氣，許多人從一開始的失敗中重新站了起來，選擇了繼續追尋自己的夢想。失敗的經歷使他們更加堅韌與成熟，讓他們在每一次嘗試中更接近成功的彼岸。社會中對成功的期望不應只建立在光鮮的外表上，也應看到那些在困境中勇敢拼搏的人。因此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學會正視失敗，將其視為成長的催化劑。希望所有面對失敗的人都能鼓起勇氣，站起來，將失敗轉化為自我反省的力量，努力尋找新的方向。於是，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我們能在每一次摔倒後重新起步，鞏固自己的基礎，朝向最終的成功邁進。